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0月6号在家会主，我们要分享的是以行动来表明爱。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9章1到9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现在我派这几位弟兄去，希望你们正像我所说的，早已把捐款准备好了，使我们在这件事上称赞你们的话不是空话。哥林多后书9章3节，经文的大要在描述保罗一面肯定哥林多信徒他们乐意捐献的心，另外一方面要他们将捐款预备妥当，免得说空话，免得羞愧。而保罗也鼓励信徒乐意慷慨的捐献。在我们教会的组织里面，有设置友爱基金管理委员会，主要是在办理教会内外肢体在碰到急难救助与关怀慰问为宗旨。感谢主，因着上帝的爱以及大家愿意参与奉献，历年来透过这个基金以实际行动来帮助很多在生活当中遇到急难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得帮助，度过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难关。其实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1年以前，他们已经有了感动，他们说他们要帮助这些圣徒的缺乏，而且他们这见证已经叫别人受感动了，他们已经听说了。但是哥林多人是否好好的实行他们所受的感动呢？当别人受了哥林多人的感动，已经把钱拿出来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会不会反而把他们1年前所承诺的忘记了呢？这正是使徒保罗最为担心的。所以保罗因为信任他们，才对马其顿人夸奖他们哦。但是现在保罗却担心这样的信任会不会让自己也羞愧，因为哥林多的信徒似乎不值得他这样信任。或者既然1年前有了这样的心意，怎么1年后还没有把钱预备好？所以他就劝勉他们重新挑起这样当初的热心。保罗就勉励他们要把所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奉献的款项预备好，就可以证明当初他们奉献的心志是甘心乐意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上帝所喜爱的捐献是怎样的捐献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按照自己乐意的程度而做。每一个人必定能知道自己献出多少会乐意，过了多少就会感觉好像为难。奉献钱财常与乐意的心、信心的程度还有经济能力这3方面是有关联的。那只有奉献者他自己才能够从这3方面来斟酌所要奉献的数目。弟兄姐妹，捐献而做难或是勉强，不外2方面的原因哦。第一方面就是出于自己的面子，好像爱面子这样，看别人捐献，怎么捐献那么多，自己就不甘心落后。结果呢，在外表的数目真的胜利之后，
却又为了所献的数目过大而心不甘情不愿。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被别人勉强，哎呀，你要奉献多少，在别人过分的劝说催促之下，不得已承诺奉献一笔的数目，但却不是本着他内心所愿意奉献的。其实这个是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给行善者的应许，就是保罗说，上帝能够将各样恩赐多多的加给他们。多多加给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上帝使我们财物丰富的目的，不但表明上帝对我们的恩惠增多，照顾我们，而且表示上帝交托给我们的责任也增多了。他多给我们是要叫我们多行善。所以这一节的经文的圣经，就是我们乐意捐献的结果，就是有更多的能力可以为上帝来多行善事。这种多行善事的能力本身其实就是上帝赏赐之一。保罗其实说到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上帝会更加丰富来赐给他们。这是给行善者的一个应许，上帝能够将各样恩惠多多的加给他们。多多加给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而这种多行善事的能力，就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我们来默想你是否有把握住上帝给我们每一次行善的机会，然后可以用实际的行动来分享上帝的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真的祈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用心领受真理，而让真理进入到我们灵里面，帮助我们能够被感动，也能够得到充分的预备，抓住每一次行善的机会，用爱心来行各样的善事，也能够使我们所接触的人被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